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很高兴我们今天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还有在你身边的电视，会影响到你聚会的，请你先能够暂时先将它放下，或转成静音或关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领受神丰富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在我们今天每一个在台湾地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能够一起关心台湾的民主自由的发展，我们一起投下神圣的一票。我们相信在我们圣殿当中，唯有神，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你也必定带领我们台湾能够走在神你合神心意的道路上。赐给台湾的每一个政治的领袖，让我们一起能够在神你管理的教会国度的里面，管理台湾这片土地的国度的里面，我们都能够从神来得着智慧的心。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同心在你面前的聚会跟敬拜，能够荣耀神。我们要将一切的赞美能够归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挪去我们心中的一切的拦阻，一切的忧虑。我们唯有交托仰望神，神你必定将平安带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得蒙神大大的祝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在神的面前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用全心全意的心，能够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爱我们，我们的神要我们进到他的院，能够用全心的来赞美他。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全心的赞美，神喜悦我们的敬拜。全心的赞美，让我们开口，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用全心全意的感谢与赞美，能够成为馨香的火祭，让义人的棚里，让我们的祷告成为主你所喜悦。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能够来赞美神、敬拜神。这时候我要邀请各位能够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神，是因为上帝赏赐于我们生命，也让我们能够透过奉献的行动来赞美神，将我们的生命透过行动的回应，能够让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更多的能力，彰显更多应许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透过奉献来回应神。如果你在你就近的地方
你能够找适当的教会，能够将你的奉献的金钱带到上帝的殿中，相信神也要纪念、祝福你的生命，也祝福你的产业。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你的住处，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新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牧师在这边做消息报告，明天牧师要前往投射教会来做建堂的募款。在我们会中，我们也会邀请苏崇仁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也我们一起能够预备心，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神。另外我们在教会明天也会进行信徒的灵命造就的门徒训练课程。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是第一次来到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牧师也邀请你都能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门徒训练课程。我们的门徒训练课程是由黄国志牧师他所撰著的这个信徒灵命造就的一本门徒训练课程，非常棒的一本书。那也期待我们一起在我们的信仰生命的造就上面，透过神的话语一起来领受。所以明天也邀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如果你的时间上允许，那如果你没有参与小组的，也欢迎你能够一起进入我们的门徒训练课程。我为了鼓励我们的门徒教会信徒都能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我们的圣经填空题我们定在2月3号，我们要统整完成的这个填交的记录所以如果你没有哪一周你没有完成的，那也请你能够跟我们的黄子安弟兄来索取剩下这些空缺的部分，可以将它补齐教会会赠送一个精美的礼物赠送给各位能够祝福大家的努力。那我们在2月25号要召开会员定期合会，也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将相关的小组啦或者是牧区的同工，也将我们的2023年还有2024年的相关资料都能够缴交。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我是主，你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时常跟我们说，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主是什么？叫做主要的嘛。你把它当作主要，你就会懂哦，原来主对他是主要的。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要的那一位。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是出埃及记20章1到3节。这一段话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在西奈的旷野，上帝用一连串的消息来告诉摩西，务必要提醒以色列百姓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读哈。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那我们从这一段圣经节，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诫命哈。我们知道这一段话是出自于我们基督徒时常在背诵这个10诫了哈。第一诫啊，这第一诫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那我一开始我看到这句话，其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哈，我真的无法理解。好，因为好像除了神这位上帝以外，没有其他神。那我身边的朋友哈，那同学他们都好像还有其他神哈。那我不知道怎么去讲、去分享。甚至我们的中南中学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的家庭的背景，还有传统民间信仰的信徒来讲，你会发现我们要怎么样去告诉别人，甚至我们怎么样分享我们对于我们认识的这位上帝，是除了我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上帝。因为这个概念，除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如果你没有，那么我们很难说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到底摩西所告诉上帝透过摩西帮助以色列百姓认识10诫里面的第一大点，就是如何颁布这10诫的第一要点。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如果有机会，你去看出埃及记第19章4到6节，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这个我是谁？上帝，对不对？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原本是在埃及是当奴隶可是呢，上帝透过摩西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离开埃及地，离开这些埃及人的统治所以让他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从台湾人我记得昨天我看新闻节目，今天总统大选嘛，我记得昨天有一个叫做好像文夏，还有一个黄伟忠有几位艺人他们就开始回忆回想说他们的爸爸，他们的在从中国那边然后逃难来到台湾我就觉得当牧师看这段圣经节，我就感触很深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时常去看上帝在我们背后？过去我们的列祖列宗，他们如何从不好的际遇到了一个充满恩典祝福的生命？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上帝他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代表是一种拯救。第5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我告诉你这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出埃及了，可是这时候上帝透过摩西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假如你今天已经离开一个苦难之地，可是你必须要遵守一些约定上帝他也一样他跟我们一样有这种约定我们虽然得到了祝福，你今天来到教会，你希望得到蒙福的生命，受祝福的生命，你要有约定什么约定？你必须要守本分对不对？比如说牧师都会说，你们学生来到教会那个礼貌要有对不对？那么按电铃按完也要讲一下你是谁对不对？你不能都不讲话，然后牧师就要随时帮你开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上帝要祝福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心敞开，做上帝所喜悦的工作。所以上帝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假如钟南，你今天每一次到现在你都不理会牧师所讲的那个按电铃才进来的话，你觉得我会把你当作我们大桥教会的青少年吗？不会。我就算我看监视器看到是你，我也不想要开门。懂我意思吗？我为什么要帮你开门？因为你没有称呼我，你也没有打招呼，你也没有礼貌，然后你也没有该有的那种学习的生命的态度，我不能帮你开门啊！我不知道你开门以后你到底要来干嘛，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上帝他也告诉我们：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注意哦，我们就能够成为属上帝的子民哦。而且哦，上帝说什么？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任何上帝所赏赐的全地里面，我们都能够什么？我们都能够立足了。所以第6节他说，他靠那个上帝透过摩西教导我们哦。第6节说，你们要归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要学习怎么服侍神啊，做祭司嘛，对不对？不是来到教会我们就是每次都来听牧师讲道，然后参加小组，然后又有便当可以吃，对不对？然后还可以享受有东西可以拿，不是这样的。来到教会的人，你一定要开始学习做一个圣洁的人，你要学习改变你的生命态度、思想，包含你所看的、你所说的，都要开始改变，然后开始能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刚刚我们敬拜里面钟南弹的我全心赞美，我觉得跟音乐的那个鼓已经开始 match 了，几乎一模一样了。我觉得很好，就是开始学习怎么样赞美里面歌曲里面不是单纯随便乱打的，是照着诗歌，照着这个原著的原创性，而能够先学习模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彼此互相不断在学习模仿耶稣基督好的品格的生命，来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上帝他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就是让他们没有办法赶上抓这些以色列人，又重新回去，而让他们看见经历上帝竟然开红海，对不对？上帝救人的工作是让我们去经历的。第5节他说到什么？其实上帝是告诉每一个以色列百姓，包含我们现在每一个信主的人、信上帝的人、相信上帝的人、进入教会的人，要有所谓的身份认同问题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进到教会的人，要让他有归属感。那什么是归属感？就是教会要有爱，教会要有热情，教会要有好的招待，教会要有该付出的行动就要付出。所以牧师不断鼓励我们教会该做的那种招待礼仪一定要做好。还有第2个，我们不要怕人家吃啊，对不对？然后不要怕牺牲啊，不要怕奉献啊，这些都是为了要让人感受到他的身份是被认同的，让他有归属感。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代表的是后来身份的行动。也就是说，我们要称呼说，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定要能够透过我们的身份的归属之后，一定要有所谓的服事行动。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进到教会的人，除了我要问各位落户在一间教会是属于哪一种？归属是第5节，对不对？我们才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教会，不是无委院的教会，不是谁的教会，而是这是上帝的教会，所以他有认同感。接下来他就会知道，那我在教会要干嘛？对不对？所以第6节，当我们进到神的教会，我们要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包含新朋友，我们都要去检视，到底他有没有认同我们的教会归属感嘛？然后我们透过洗礼，透过坚信礼，透过这个转会籍之后，我们就要帮助他学习去服侍神。所以我们明天我们也要为新天老师来祷告，明天是他第1次的服侍咯。
好，当然现在的招待也是服侍啊，可是这一次的服侍是真的直接要做教育工作的哦。这个教育的工作就像是圣经里面讲的，他做一个教师哦。好，这个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他除了是教导神的话，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透过他的口，透过他的表情，透过他整个生命体，他所传递的讯息，都是代表谁？代表上帝，对不对？我像牧师一样，我们也是在代表上帝传递正确的话语，所以很重要。好，我们要时常为我们彼此生命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来教导。所以第一个，今天牧师要带大家来认识，如果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注意2个重要的思想。第一个，十诫是上帝的什么？绝对命令，是由他决定的。我的生活规范是什么？还了解不？意思就是说，假如一天钟南就说牧师，为什么我来教会一定要按门铃呢？啊，你都知道，你都有监视器了，为什么我还要按门铃，还要说我是谁嘞？为什么？因为这个生活规范不是你规定的，是我们规定的，对不对？好，是我在这个地方，我的家所规定的。我今天去到人家门口还按人家门铃，我为什么要说我是谁？好，懂我意思吗？因为那个家是谁？是住在那里头的管理者所规定的，那叫做他的生活规范。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进到上帝的教会，成为属神的儿女，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十诫所代表的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绝对命令，而且它代表的是决定规范我的生活是什么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没有办法去跟神讨价还价这类的东西，这类的意念。所以我们反而，我们不是我们可以由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来决定该遵守或不遵守。我再讲一次哈，十诫不是取决于我喜欢或不喜欢啊，懂不懂？所以我记得之前有那个中选，他曾经问我说：“牧师，那个十诫里面他讲到说，除了我以外啊，我记得他好像有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他一件事情啊，我就说，当有一天你真正认识到这位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上的一切的其他神都不是真的，唯有这位上帝是真实的。所以这种心，唯有你自己去体验。那这种心代表的是什么？不是由你自己的喜欢或不喜欢来决定的。所以我们知道，刚刚牧师有带大家看一段圣经节，对不对？出埃及记第19章有没有讲到什么？上帝这么的真实，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埃及，对不对？然后又怎么样？只要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才是我的子民哦。所以上帝也教导人怎么去行动。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如果在教会时常还在想这位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有一点不应该啊，懂不懂？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真的没有在体会这位神是否是真实的。那我觉得我还蛮建议这样的信徒要重新回去上门徒造就课程啊。我觉得重新洗礼也没关系啦，好，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应该要这基本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去决定说，上帝这个十诫为什么我要认定我就信耶稣就好了？为什么我要信说上帝是绝对的呢？好，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的神了，好，不能就是不行。好，所以我们要了解除非我们真的会去怕这位上帝如果你不怕，我觉得你有可能就像刚刚牧师所讲的那个概念，我不一定，我只要信耶稣就好了，我不一定要有上帝。为什么除了他以外，我还有其他神？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很我们是被造者，上帝是创造者，所以我们要了解上帝唯有他可以规范我们，取决于我们生命应该要怎么样才是蒙福的。所以第二个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主。我觉得有第二个规范就是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的律法诫命是要祝福我们的生命。好，所以我记得上帝他把我们的头发有没有数过？其实我们头发都数过。你会生病，你会怎么样？上帝都知道，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时常讲说我们在安慰一个人都会说他生病了，我说其实上帝都知道。
好，这句话不是每一个人都敢这么讲哦，取决于这个人他对上帝的认识是否真实明白上帝是你的主，你才会跟别人讲说上帝都知道。我以前我小时候我时常听我的家人在安慰一个生病的弟兄姐妹，然后我妈妈总是说，上帝兄弟都知道，你不用烦恼。我觉得他讲的好有信心哦。我说妈妈，你怎么会敢那么大的信心说不用担心呢？我妈妈就告诉我说，因为上帝是真实的，我相信他是我的神。那我就在想我现在为什么我不敢讲，我不敢讲，我没有办法像我妈妈这样子。我终于知道了，因为我没有认定他是我生命的主，对吗？如果你认定我是你的爸爸，你会不会完全相信我会保护你安全？会不会？会啊。所以就像我的孩子，他为什么每次只要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他跟他弟弟妹妹吵架的时候，他已经说爸爸爸爸爸爸，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怎么了？可是我们总是都告诉他，你们自己解决。其实他是不对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应该说，怎么了？请你告诉我。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做？这是最好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像天父一样，像我们的上帝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的律法为什么他要规定这么多的律法诫命？其实10条诫命很简单呢，对吗？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的神，这是真实的啊，因为上帝知道啊。我们人怎么可以自己去创造？有很多的神都是人自己创造的，真的。我记得我所认识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的同学就会告诉我，我就问他说：“那你们拜的那个神你怎么知道他是活的？”我曾经在跟他对话，他就说：“因为我们都会做一个动作叫做点睛啊，点把揪啊，他点睛啊。”那我就要跟他讲说：“不是很奇怪吗？它本身是一个木头，你们把它刻画出来，然后你们又把它点下去，然后让它活过来。那我请问一下，这整个逻辑从头到尾是谁做的？”然后我同学就愣住了，好像也是我没有再继续讲下去。可是在我心里面，我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所看的这句话，上帝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的神。”所以在我生命里面，我相信上帝他爱每一个以色列百姓，是要让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一群人在那边，他们可能还在想：没代没及，原本我们在埃及就好好的。可是上帝透过摩西在西奈山上，要告诉他们，重新律定一个生活模式，应该要怎么做。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生命要交托给神，你的生命要交托给神。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上帝，重点很重要，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神我们是在被奴役的生命里面。什么叫做被奴役的生命？我们好像没有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被奴役啊。可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是被奴役的，对不对？被绑住的，那就是奴隶的生活。可是上帝会带领我们，会帮助我们走出那个被奴役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是自由的。而且呢，神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让他们在旷野，对不对？我们人会不会也会？我们人，我觉得这个前阵子这个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对不对？他突然间又要跑去跟其他人要合在一起突然间他又后悔了，对不对？签完了以后又后悔了。我觉得他的生命有点像是在旷野里面真的，在旷野里面的人往往会怎么样？会举一反，会有点好像。有时候又这样，有时候又这样了。我觉得一个人这样没有什么不好，而是他必须要清楚知道，他为了什么来怎么样来带领人民嘛。所以我觉得神也是这样在告诉我们，当我们人走到自由之地的时候，神也会希望我们在旷野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要重新与神立定约定。所以跟你旁边前后左右的朋友说你的生命要走在神的律例里面，你的生命要走在神的律例里面。我觉得神的律例是一种爱，神的律例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走在合他心意的道路上。就好像一个学生，我们本来就不懂得字，可是我们去到学校就是有一个律例，早上几点就是要去到学校，对不对？然后几点就要上什么课，然后几点我就要休息，几点我要去做个运动。其实整体的学校生活都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怎么走在一个正常健康的律例里面。虽然不见得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可是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正确观念，而需要慢慢去培养。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也一样，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向神所为我们命定的迦南美地啊。所以牧师真心的期待我们每一个人要明白，上帝他是慈爱的上帝，虽然他的律法、他的诫命有许多要我们去学习遵守，不容易，而且不容易理解。但是我们学习把我们的生命重新再去回到上帝如何爱我们。好，钟南要回想哦，你要去回想2年前哦，2年前你进到教会，那我记得应该不止2年前的了。从在旧堂的时候，他跟他哥哥，他那时候国小4年级还5年级，3年级哈，这大概是我们泽恩这个年龄哦，对，很快。好，那个时候他就在我们旧堂跟着哥哥，哥哥6年级的时候，5年级还6年级。好，然后一起我们在2楼的地方，然后一起跟他上课，好，然后跟他聊，感觉好像他们也是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来教会要做什么，就是说哦有可以来念书，可是他们就是这么单纯。然后后来又隔个1年都没有再接触教会，一直到教会我们开始找到了地方，然后开始在这边聚会，他们又知道哦原来教会又在这里，所以他们又开始来。所以我觉得神很恩待每一个人，你要去体会。5年后、10年后，你就会发现神真的很恩待你们，很祝福你们。上一次我们圣诞节，阿嬷也有来，对不对？舅舅有没有来？也是有来。你们要继续哦，要继续把你们在教会的生活，神怎么样规范了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你要把这个祝福带回去跟你的家人分享，让他们明白这个生活的规范是蒙福的。好，我觉得你们很蒙福。像现在他已经很会打鼓，他未来他是一个很好的鼓手老师，也是一个贝斯老师。这2个行业你已经不用担心没有钱了，懂不懂？真的啊，上一堂课700块呢，上一堂课就700块了。你到大学你还可以兼课，人家兼课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家教，只能够教课堂上的，但是你还可以教1堂课鼓课或者是贝斯课，还有吉他课3种。听说最近又在学电吉他，对不对？好，也有在练，对不对？玩一下，对不对？好我们也为我们的年轻人祷告，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觉得神命定的计划，除了我们称呼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为的是要让我们活在他所命定的计划里面，是一个受祝福的。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最后路加福音12章4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5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在上帝面前1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第4节里面讲到，那个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有没有人常常会逼迫我们？有没有？在外面社会有没有？有没有可能会遇到？有嘛，对不对？有会遇到那种很阿爸的，对不对？你不要想说骑车骑车也会遇到那种那个叫做三宝遇到三宝他还撞你，他还说你错呢，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样啊，他好像杀身体啊，但是不能再做什么的啊。但是看起来好像他还能做什么，可是那都不用担心，不用怕他们。好，第5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我们当怕的这位，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什么意思吗？这是指谁？对，这是上帝。我们要怕的是怕上帝啊！上帝，我们的生命是会结束。
如果我们生命结束了，他的权柄足够可以把我们，吴委员，你这个当牧师不合格，你没有好好爱我的子民，你没有好好饶恕我的子民，你没有好好带领我的子民来认识我，我觉得我都会亏欠神，我都会说主啊，没让他办，那怎么办？那只能够请你去那个地狱吧，请你那个，我不想要让你去天堂。我都每次只要想到这个，我都很害怕。为什么？因为牧师车祸过，我在那段时间我都一直不知道我会不会好起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上帝要把我的生命结束了，那我要怎么跟上帝交账？那个时候我29岁，29岁而已，可是我只能够躺在床上。然后每年2年都是脑膜炎，那非常的痛苦，只能躺在床上。然后那个只要一发生脑膜炎，头痛到那个很不舒服，然后呢会感染。那我也不知道，我正准备要当牧师，我还是一个传道人，可是却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唯有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所以我们要晓得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们要怕他。可是我们怕这位上帝怎么办？好恐怖哦！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5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上帝面前1个也不忘记。其实这段话，耶稣教导我们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也就是说，即使你遇到困难，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时候，你也要记得，上帝希望我们回到他面前对不对？因为他知道我们贵重嘛，所以我们相信怎么样？我们要来求告他啦，不要靠自己呀。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真的不要靠自己，靠自己真的会倒，靠神不会倒。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用害怕那些牛鬼蛇神。反而我们要更多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更多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不用怕。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段话里面他说什么？一个人如果他不会谦卑，雅各书4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谦卑但是他是更多的恩典，正如经上所说，上帝抵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要顺服上帝，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们。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嘛，对不对？那个会杀我们身体的，可是不能够继续要对我们做怎么样的事情，那种人不用怕。可是我们要怕我们要抵挡那个魔鬼不是要让魔鬼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骄傲的人。因为当我们骄傲不会懂得谦卑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懂得顺服神所以我要告诉各位，顺服神的另外一个反面就是什么？不顺服神。那什么是不顺服神的心意？就是骄傲嘛。那骄傲会怎么样？骄傲就是让魔鬼有机会可乘。那骄傲还会怎样？魔鬼有机会可乘入你的心意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让你做了很多事情都让人家不喜欢、不喜悦，上帝也不喜悦。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主题说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上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代表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你才有办法领受这个神的心意，所以你才有可能认定这位上帝是你的主嘛，是你的神嘛。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学习顺服神，你的生命必蒙福。然后蒙福会怎么样？蒙福会怎么样？会受祝福嘛，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生命能够蒙福，但是所以我们要学习跟随主，学习认定这位神就是唯一的真神。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神要大大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你的话语里面学习更多的认识主。主，你教导我们，你是我们生命的主，除了你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是带领我们的生命走过一切的患难与苦痛的神。你救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得着自由的生命，是能够归顺主你的生命，
是能够让主你的话语与主你的诫命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活出神你的样式。主啊，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的心能够学习越服侍神越谦卑，越谦卑在你面前顺服神，我们的生命越要能够得蒙福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教会交托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继续持守的带领我们。特别我们也要为今天在总统大选所选取出来的每一位领袖，以及没有被选上的领袖，我们都恳求神来祝福每一个台湾的国人，我们学习有智慧，彼此包容，无论是被选上或是没有被选上的，我们都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有爱台湾的心，爱这片土地的心意。让我们一起能够在神你的爱中，能够经历神你是唯一的真神，唯一掌权生命的主。愿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个土地的好管家，能够祝福更多的人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在我们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学习经历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蒙更多的祝福。愿你平安。